这个婚林县政府为着要吸引到民众到婚林来使用到58罐，嘛来推出到3大好的活动。第一好，民众伫婚林县内的指定的地点来消费，会当直接来领到10%现金的回馈。第二好，会当来参加到抽奖，抽100万的名车。第三好，县政府会甲消费的发票送予弱势团体，甲大家做伙来做善事。有好山好水，也有马祖庙各种古迹出名游乐园的婚林，去年观光人超过1000万，创造200亿的产值。即马中央要发500罐，县政府有3好的活动。第一好换现金最好，我们以10% 的现金回馈；第二好抽100万名车更好。那第三好。我们做公益最好，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振兴券，也能够做到帮助我们弱势团体来做公益的活动。张立先讲，只要乡亲伫婚林县内指定的所在用500罐，也是现金消费满500块，就使摕回10%，也就是50块。另外，佫会使留名车，过来就是做善事，希望讲会使互更加侪游客去婚林佚佗，增加观光的收入。去年的3倍券，我们创造了200亿的产值。那今年就是对应中央的这个5倍券，我相信结合我们在地的旅宿业者跟观光业者，就是一样也可以再创造就是更好的一个佳绩。县政府说明，这个活动的时间甲500罐使用的时间是同款的，为今年10月7日一直到明年4月30，3大优惠中现金回报是当场领的，100万名车是以500块的消费发票，一张会使留100，另外还有大方罐、特产礼盒等等会使留。